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係李奧，每個禮拜同大家回顧一周時局啟示嘅時間。今個禮拜嘅市場可以用三重壓力嚟形容：能源、通脹、利率上行、科技估值。三個問題同時埋身。作為獨立理財顧問，今日我會用最簡單易明嘅方式同大家拆解呢三重壓力同埋點樣應對。照例要講句，以下嘅內容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同市場觀察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亦唔係叫大家去買賣任何金融產品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做決定之前記得要尋求專業嘅獨立財務建議。先睇睇今個禮拜嘅市場數據，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下跌，標普500跌咗0.53%，道指跌0.62%，納指跌0.86%。但係最震撼嘅係 WTI 原油單周飆升12.2%，由96蚊升到接近108蚊一桶。與此同時，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咗5%呢個重要關口，而今年降息嘅預期幾乎已經歸零。呢幾個數字放埋一齊，就係今個禮拜三重壓力嘅縮影。第一重壓力係能源通脹。今個禮拜美伊局勢進一步惡化，特朗普拒絕咗伊朗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嘅提議，令到布倫特原油單周急升超過12%。大家要知道，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大約20%原油供應嘅必經之路，一旦封閉，能源通脹就會直接傳導到全球每一個角落。呢個對我哋嘅投資組合有咩影響？最直接嘅就係通脹侵蝕咗固定回報資產嘅實際購買力，你持有嘅債券、定期存款，實際回報正在被通脹慢慢蠶食。第二重壓力係科技估值。今個禮拜係美國科技巨頭嘅財報高峰期，結果非常分化。Alphabet 同亞馬遜雲端業務超預期，表現亮眼，但係 Meta 就令市場失望。OpenAI 未能達到新增用戶目標，而 Anthropic 嘅估值更傳出可能高達9000億美元。令外界對 AI 泡沫嘅擔憂大增。呢個分化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受惠 AI 浪潮嘅係賣鐵產嘅雲端基建企業，而唔係純靠概念估值嘅公司。第三重壓力係利率上行。今個禮拜，鮑威爾主持咗佢最後一次議息會議，宣布維持利率不變，並發出鷹派信號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由4.30%急升至4.43%，30年期更突破5%大關。對於持有大量長期固定收益資產嘅投資者嚟講，利率上升就係資產價值嘅直接損失。面對三重壓力，我會點做呢？我用 FCN 即係 Fixed Coupon Note 固定息票票據，唔做高追，而係等候更加好嘅入市時機。以 Alphabet 即係 Google 做例子，佢嘅股價而家大約係175美元。我睇好佢嘅長線前景，但唔想喺高位追入，咁我可以做一個 FCN 設定行使價係155美元，即係比現價低大約11%，期限3個月，年化息票大約12%。咁即係話，等候期間，我每個月都有息票收入。到期時，如果 Google 仍然高於155美元，我就取回本金加埋息票；如果 Google 跌穿155美元，我就以155美元呢個我認為合理嘅低位收到股票，達到低位入場嘅目的。當然 ，FCN 係非保本產品，如果股價大幅下跌，收股之後仍然面臨帳面虧損，所以 FCN 最適合對目標股票有充分了解，同時具備一定風險承受能力嘅投資者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個核心信念：分散投資係應對不確定性嘅唯一確定策略。今個禮拜嘅三重壓力，再一次提醒我哋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度。我會繼續為大家密切監測市場動態。下個禮拜再見。如果鍾意我呢類短片嘅話，就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次就唔會錯過新出嘅一周時局啟示。再見。